鮮甜美味、簡單易做嘅家常小菜。大火熱鍋以下2湯匙油，油熱10g薑蓉，1湯匙蝦皮，煎香30秒。120g 白蘿蔔絲，100g 去籽青瓜絲，50g 紅蘿蔔絲，1小撮鹽，1小撮白胡椒粉，1湯匙味淋，炒1分鐘。4隻發開嘅雞蛋，轉中火，蓋好煮5分鐘。1湯匙蒸魚豉油，取出放喺餐碟嗰度就可以上桌啦。